后来，即届这个桃园病院群体感染，确真正是去过桃园真侪所在。李行社嘛真担心，紧急来取消着旅游的计划。时逢李行社讲，明仔载有集团要到桃园的节日团改变行程咯。本地是安排伫个桃园市区，即摆拢改做到桃园的山区。交通部长林佳龙讲，唔通甲特定的地区标签化，嘛唔免伤过惊讲，停桃园就是停台湾。另外，过年坐火车、坐高铁，车顶敢会当食物件咧？部长讲已经有具体规划，明仔载就会向指挥中心来报告。他们是你的防疫英雄，而你也可以是他们的后盾。交通防疫英雄伫交通部长林佳龙的带领，呈现出另外一面。不过，目前疫情阁咧生团，大概有几十万人出入的车站，敢会变做防疫的空棚。通远标出社区感染，不过目前车厢内底也无全面宣布禁止食食。禁止会比较好。一个区域就是可以吃东西这样子，其他就不要。尤其伫要过年，登去厝内爱几点钟，你敢有法度忍会掉？车顶食食和自由座的规定，刷落来敢会更较严格？我们会在明天召开应变会议，然后也会跟指挥中心来报告，那采取一致的行动。大众运输安全第一。桃园旅游市场时逢旅行社嘛开出第一枪，今仔日开始取消桃园所有的行程。挺桃园就是挺台湾，好，那没有人是局外人，不用去特别标签化特定的地区跟对象，也不用过度恐慌。交通部长话话要来挺桃园，不过观光产业敢会出现撇要去桃园的效应，阁会使观察。